根据统计，一直到2025年9月1号，台南市职能病院也有672位护理师的职缺，凸显护理人力短缺，连带造成关病床的问题尤为严重。台南市卫生局为了响应中央改善护理师工作环境甲待遇等权益，佮特别加码推出劳调人力优先职场的奖励计划。19号由市长黄伟哲亲自宣布，将评选13间病院的改善成果，未来1档内将予每一间病院上悬100万的奖励金。希望能够提供足够的诱因，什么样的诱因？除了物质条件或者说薪水之外，最重要是这个社会上对于护理人力的尊敬。过去常常看到，有时候有些人不管是喝醉酒或者家人亲人面临了这个生死交关的事，他往往会在护理站或在急诊室咆哮啦、摔东西啦，甚至打人了。这些东西在过去大家都见怪不怪，那现在事实上是被视为严重的犯罪，而且对于医护人员的侵犯，这东西是变成是罪无可观的。因此呢，我觉得在全方位，不管是在对于护理这个专业的尊重，以及他们的人身安全的保障，以及他们的物质条件的增加，这部分希望让我们政府跟民间、中央跟地方一起齐心的努力。台南市为了重建护理人员对临床工作的信心甲热情，并展现甲各界合作的决心。会中卫生局嘛甲13间职能病院以及2间护理师护士工会共同宣誓，打造护理优先职场的承诺，甚至成为其他县市的参考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